王世倩传道师、东立牧师以及就任青年牧师受职感恩礼拜，请照答，会将起立，电会员进场。She could not be hungry.
伊所想处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甲先生，为着要互圣徒招庇来做找用的工，去做基督的身体。在类主内的兄弟姊妹，照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宪法甲规则，黄世健传道师已经受嘉南同会监选通过，也得到中会看作特动。即时组织伫遮照礼典来奉立愿主祝福。即个礼典，即个时阵，请咱来吟圣诗281首，上帝即是同在，大家同心敬拜，请咱起立吟全首。信仰特别，万信上帝，创造统一人甲万物的独一真神，你是主甲世界的主，是人生活甲拯救，你领对圣心到来，对在主玛利亚是罪人，罪人的名字就是因为救主耶稣基督，对耶稣。 天是的心，我人民上帝。
真侪祈祷，请用位将进入长老。主面人民国公义，请人阮认为阿爸爸上帝，愿满心感谢你手赐阮世间人所需要的一切，互阮伫阮一生的中间对出世，拢有助力引带，互阮对着阮伫父母的养饲，一个亲情朋友的关心的中间来长大，来当诚侪助力所欢喜的人。做阮真感谢你，互阮今仔日组织伫嘉南教会，为着黄世倩牧师，而且要来奉立，阮献上满心的感谢。做阮在伫过去的中间，受到侪的训练，互助理来竞选诚侪伊的萝卜，助理诚侪伊的主，互伊的服侍一生中间，恳求助理有缘手术侪长辈。会当互伊有好的指点，会当有侪人诚侪伊的帮衬。伫幕会过程中间，阮相信伊也会拄着侪的问题，愿恳求主你保守伊的骹步，所行拢会当合伫主你的旨意。阮也恳求主你祝福伊的家庭，伊的父母，伫因的生活中间，诚侪伊上大的帮衬甲开发。阮也恳求主你手赐，互世倩牧师，伫伊不来日子的中间，无论伊伫什么所在，一生拢是你的萝卜。恳求主你手赐伊谦卑的心，互伊伫所要做的事顶头得到主你的祝福。阮相信主你伫伊的身上有你好的旨意，你要互伊诚侪人的帮衬。也互伊伫一生中间所做的一切，拢会当应神的人。做阮即时伫你面前，也要恳求主你来帮衬伫嘉南教会牧者的团队，恳求主你，互因伫即个所在的合作，因的合一，诚侪台湾基督教会的模样，会当互因伫服侍的过程中间，主你手赐因即个团队侪的快乐甲帮衬。伫因所要行的道路上顶头，主你亲身来带领帮衬，互因所做一切拢会当合主你的旨意。主愿知阮的软弱，阮也恳求主你帮衬，互教会所有兄弟姊妹有缘会当伫世倩牧师伊的服侍过程中间，诚侪伊的帮衬，会当互伊伫伊未来日子中间，会当学习侪。为所学习的遮个快乐、能力，拢会当诚侪伊芳芳的济来献上伫主你的面前。主阮也为着今仔日来到伫嘉南教会参与伫即个礼典礼，恳求主你有缘祝福满满伫每一个人的身上。因为阮知福音的讲传，毋是靠一个人，是靠每一个人。阮恳求主你祝福，互阮所有的兄弟姊妹身体勇壮，心灵得到帮衬。所做一切拢会当应神一人，互阮无伫生活中间，无互阮所做的来污蔑你的名。主阮恳求主你祝福满满伫每一个人的身上，特别伫黄世倩牧师伊未来的日子，恳求主你圣手引带带领，互伊伫伊的生活中间有平安、有喜乐，甲伊相斗阵。愿伫你面前，安尼献上感谢甲祈求，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圣经，请两位无欢迎长老来读。三甲来听上帝话，记载伫出埃及记17章第89、15节。迄时，亚玛力人来到利非定，甲以色列人交战。摩西甲约书亚讲：“你替咱拣人出去，甲亚玛力人来交战。明仔日，我手要举上帝的拐仔，徛伫山顶，对迄粒
约书亚照摩西所讲伊讲的来行，甲亚玛力人来交战。摩西、阿伦甲互你拢上山顶。摩西手举起的时，以色列人就较赢；手垂落去的时，亚玛力人就较赢。总是摩西手酸，因就刷石来下伫伊的下面，伊坐伫石顶。阿伦甲互你有伊的手，一个有即边伫即边，一个伫迄边，伊的手就自在，直直到日落。约书亚用刀杀亚玛力人的王甲伊的百姓。耶和华甲摩西讲：我要将亚玛力人的名字对天的完全来插入你，你着用即个写伫册里做纪念。佮讲，互约书亚听。摩西去一座坛，就号伊的名叫耶和华尼西，愿上帝赐福，听耶话搁去行的人。赞美，咱来请教人先歌队。刚请黄玉文牧师。地上各位牧长，还有主内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很开心能够在这里，来分享
先恭喜世倩陈道师今天要封立牧师暨就任江南教会的青年牧师，也恭喜江南教会从培育推荐教会的青年成为传道人，如今是委身在江南教会的团队侍奉，要封立成为牧者，要成为教会的青年的祝福，真的是非常的感恩。今天要用这段经文，也就是记载在出埃及记第17章8到15节，来跟大家来分享，是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之后第一次面对的战争。愿这段经文成为彼此的鼓励。经文一开始告诉我们说，亚玛力人来到利非地和以色列人征战，这不是他们第一次面对别人的攻击。那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之后，他们也曾经面对埃及王以及追兵的一个攻击。他们前面有红海的阻隔，后面有埃及的追兵，事实上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情况。但是神通过摩西对以色列百姓说，要他们耶和华必为他们征战，他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当他们在旷野遇到一些难处，也就是缺乏水、缺乏食物的时候，上帝就亲自供应他们玛纳，也使磐石出水。百姓出埃及之后，好像不需要特别做什么事情。但是这次亚玛力人来攻击，上帝就邀请被称为他子民的百姓有机会参与在神的计划当中。藉由这次的战争，他要训练以色列人的信心，训练他们来与神同工，一起来征战。这是他们第一次的征战，攻击他们的是亚玛力人。经文告诉我们说，这些亚玛力人他们是怎么样来攻击这些以色列人呢？申命记里面告诉我们说，他们是趁这些以色列人行走在旷野、疲乏困倦的时候，就击杀他们近后边软弱的人，而且这些人不敬畏上帝。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神借着石灾把埃及人的财富、金银珠宝都交给以色列人的手上。我想这个部分早已传遍了各地。面对这样的肥羊，亚玛力人可能很早就垂涎三尺，蠢蠢欲动。但是这批人白天有云柱的这个带领，晚上有火柱的保护，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亚玛力人可能偷偷跟在后面跟了很久，一直在观察，要找到机会。终于他们找到了机会，也是趁他们在旷野行走的过程当中疲累的时候，他们让强壮的先过去，而他们击杀后面这些软弱的、走得慢的，这可能是一些老弱妇孺，让以色列人措手不及。面对这样的困境，摩西所带领的以色列人，他们其实是面对一个很大的挣扎，因为他们刚从埃及逃出来，他们没有受过没有正式的打过仗，他们也没有受过专业的军事训练，他们大部分人都是牧人或者是做砖的建筑工人。初次面对这强悍的亚玛力人，他们其实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摩西没有因此而退缩，他勇敢面对生命当中的困境以及危机，带领百姓一起来征战。而他们唯一能够依靠的，就是带领他们出埃及的神，以及在他们身边的同工去。摩西就对约书亚说：“你为我们选出人来，出去与亚玛力人征战。”摩西将第一线打仗的重责大任交给年轻的约书亚。年轻的约书亚被拣选出来，他没有拒绝，他就照着摩西所吩咐他的去行，也就是从以色列人当中选择适合的人来带领他们与亚玛力人征战。之后，约书亚也成为摩西的助手，跟随摩西一起来服侍，甚至他也被数为是12个探子之一，受命去窥看迦南美地。我想年轻的约书亚后来能够成为摩西的接班人，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他是一个肯接受挑战、勇于承担，而且他是愿意接受装备的人。当我坐在这里的时候，看到我们当中有许多年轻人，特别2楼许多年轻人的时候，我就心里想，心里非常的感动。其实我们应该要效法约书亚，当我们被托付重任的时候，不要推辞，要相信这是上帝给你的好机会，要勇敢起来。教会需要你，上帝的国度需要你，与上帝同工，我们的生命会不一样，会更有意义。当约书亚上战场的时候，摩西并没有闲着。摩西告诉约书亚说，他手里会拿着上帝的杖，站在山顶上。摩西会站在山上的制高点，应该可以看到山下打仗的状况。但摩西不只是观望，圣经告诉我们说，摩西手里拿着上帝的杖。所谓上帝的杖，
也就是摩西当初牧羊人的杖。但是当神呼召摩西的时候，神使摩西的杖变为蛇，做一个征兆，叫摩西可以向以色列人和埃及人证明他是耶和华神所拣选的仆人。这杖代表着神的标记，代表神能力的象征，也代表神的应许。在山上，摩西手里拿着杖，他举手向神呼求。摩西举手的动作是向神求助，向神来恳求，同时也宣告上帝的同在，上帝的全能和得胜。他相信，当他紧紧握着神的杖，祷告寻求神的帮助的时候，神绝对不会离弃他们。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摩西何时垂手，亚玛力人就得胜。一个人的手可以举多高多久？大家有试过吗？1个小时、2个小时、3个小时。当我们敬拜的时候，我们感到我们举手向神献上赞美，可是我们能够举多久？经文告诉我们说，摩西举手的时候，以色列人就得胜；垂手的时候，亚玛力人就得胜。经文没有记载说什么时候亚伦跟户尔，也就是他与他一同上山的亚伦跟户尔，他的亲哥哥已经解夫，发现这个手的高度跟战争的这个胜负有关。当他明白说，其实神所拣选的摩西也会有疲乏的时候，他搬了块大石头让摩西坐在上面，他们就一人一边成为摩西坚定的助力，稳住摩西的手，让他能够举着上帝的杖，持续的向神举手来呼求，来祷告。靠着上帝的保守，他们大胜了亚玛力人。我想，若没有亚伦跟户尔从旁边的协助，摩西的手可能无法支撑太久。那我们一起来思考今天的经文对我们的一些启示。首先，当我们认识主之后，我们的人生并非从此一帆风顺、风平浪静，就像以色列人会遭遇亚玛力人来袭一样。我们在信主之后，我们仍然会遇到一些困难险阻，有时候会觉得疲乏、困倦的时候，就如同信仰中我们的榜样大卫，他有他软弱的时候，他每次都带着大家一同外出去征战。就那一次，他独留在宫中的时候，他没有胜过眼目和肉体的情欲。亚玛力人正在寻找这样攻击的对象，也就是那些落单的、比较边缘的、比较软弱的，可能现在正挣扎不定的人。在群体当中，或许也有这样的人，或许我们有时候也是这样的人。是否我们有发现他的难处，发现他的需要，而成为他们的陪伴呢？罗马书15章1到2节这样说：我们坚固的人应当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我们个人要照灵舍喜悦，使他得益处，建立德行。我们要成为彼此的一个守望者，我们要看见我们身边的需要。其次，得胜的关键在于祷告，寻求上帝的帮助。祷告和征战同等重要。当我们在面对攻击的时候，或者我们落入一些难处的时候，我们需要起来征战，但真正的关键却不一定在我们所看得见的战场当中。而亚玛力人的征战，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普通的战争，就是亚玛力人来袭，他们出去迎敌。但其实这也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当亚玛力人来攻击的时候，摩西吩咐约书亚带人出去征战，而自己却带着户尔跟亚伦到山上去祷告。这征战让我们看见很大的特点，也就是山上决定山下，天上决定地上。因为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何时垂手，亚玛力人就得胜。摩西知道一个原则是，祷告与征战同样重要。有2个战争同时在进行，一个是看得见的战争，一个是看不见的战争。一个战场是在山谷，一个战场是在山顶上。而看不见的战场决定了看得见的战场。若我们在看不见的战场先胜了，我们才有办法在看得见的战场得胜。当我们在面对征战的时候，我们要学习看见我们所面对的征战，不单单只是我眼前看得到的这些征战而已，却也是一个属灵的征战。身为基督徒，我们都有神所赐的权柄，也就是祷告的权柄。我们都会有神的杖，能够向神来祷告。当我们高举神的杖，运用祷告的权柄，就是与神同工，以学习用神的眼光来看见我们所经历的。美国总统林肯是一个有爱心、敬虔的基督徒。
有人问他说，在南北战争最艰难的时候，他是如何熬过来的？他说，林肯回答说：“我深深知道，在这样一个困难的时刻，自己的才智、智慧跟才干都不足以帮助我度过难关，而唯一能够做的就是屈膝祷告。”他强调说，跪下来向神祷告是得胜困境的秘境。林肯总统他学习与神同工，以神的智慧来看见，也以神赐给他的信心来面对这样的困境。在这场征战当中，我们也看见没有一个人是孤单面对的，也就是同心合意的一个团队能够成为危难中的力量。在山上，约书亚和他所选出来的人，在山下，约书亚和他所选出来的人一起来面对亚玛力人。不只是他们是一个团队，在山上还有摩西举手为他们守望祷告，而在山上，摩西也不是一个人举手祷告，他身边有亚伦跟户尔互相扶持帮助。摩西需要有属灵的同伴，在祷告上也需要有属灵的同伴。一个人很容易被打倒，两个人可以抵挡，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这是一个山上山下彼此服侍合一的团队。约书亚照着摩西对他所说的话去行，选出人来上战场。约书亚是一个顺服于神，也顺服于神所拣选的仆人的这样一个人。他顺服，他相信摩西所做的决定，即使在战场上，他还是会有败退的时候，但是他能持续征战，直到完全得胜。而亚伦跟户尔站在摩西的两旁，扶着他的手臂，让他可以举起手来祷告，叫以色列人得胜。我们也应当扶起那些圣洁祷告的领袖的手，让他们可以专心倚靠神，以传道祷告为侍奉，将天上得胜的丰盛带给教会，带给社会。当然，在软弱的时候，不是我们找人替代，不是你下来我上去。同工很重要的责任是，如同亚伦跟户尔站在摩西的两旁，扶他一把，为他代求，供应需要，让他继续在神的面前举起手来祷告。约书亚、摩西、亚伦，约书亚和摩西，摩西和亚伦、户尔这样合一的结果，使他们当中这个团队是没有破口。我们在服事上要合一，首先要在祷告当中能够彼此守望，在祷告当中顺服神，为神所拣选的同工来守望。弟兄姐妹，当我们彼此同心祷告的时候，就能够成为在教会、在信仰团体里面很大的力量，成为彼此的帮扶。最后，当约书亚用刀杀了亚玛力王和他的百姓的时候，也就是以色列人胜过亚玛力人之后，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亚玛力人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了。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做纪念，又念给约书亚听。写下，述说上帝的帮助，是为了让约书亚明白，神呼召约书亚做他该做的事，也就是上战场。但是神同样也呼召摩西做该做的事，也就是上山或者山下来守望祷告，也就是幕后的需要来祷告。约书亚做以色列军队的领袖，带领百姓出去打仗，在前线出生入死，冲锋陷阵，显然是很重要的，也比较容易受到大家的注意。但是在山上，那三位摩西、亚伦跟户尔，他们也做大家看不见的工作，他们为约书亚举手征战，祷告在天上的神。摩西知道得胜的关键不在于将士用命，不在于人运筹帷幄，而全在于神的能力。他要教导约书亚明白，得胜的关键在于神的帮助。因此，没有人争功，没有人邀赏。摩西不把征战得胜归功于任何一个人。摩西足坛纪念神的大能，起名叫耶和华尼西，就是耶和华是我的旌旗。耶和华尼西提醒了约书亚，提醒了以色列的百姓，唯独耶和华是被纪念的，上帝是我们的元帅。我们都是属神的人，面对许多挑战跟攻击，我们可以一起仰望依靠神，因为征战的主帅是耶和华神。我们是在他的旗帜下作战，不是我们不需要努力，只要祷告，凭着信心交托给神就好了。
而是我们更要竭尽所能，在神所托付我们的事上尽心尽力，与牧者同工同心服侍。但是当我们认识征战属乎耶和华的时候，我们学会了仰望，学会了等候，学会了忍耐，学会了相信。万军耶和华是我们的元帅，我们只要尽我们的本分，忠心摆上。神必要成就他要成就的事，带领我们一步一步完成上帝在我们个人、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教会的美好旨意。司布真是19世纪英国著名的布道家，他有讲道王子之美称。在16世纪的时候，他在16岁的时候，他开始他的传道侍奉，主也使用他许多年。他所牧养的教会非常的兴盛，而且充满能力。有5个大学生，他们来到伦敦，想要拜访这个教会。他们来到教会的时候，有一个人就招呼他，他说：“我带你去参观我们教会的发电机。”那时候正是7月的大热天，其实这5个年轻人对发电机一点兴趣都没有，但是他不好意思去拂逆对方的好意，就只好跟着他走。这个人就带领他们到了地下室，那一扇门扮演着。这个带领他们的人就小声跟他们说：“这里是教会的发电机。”他们就透过那个扮演的门往里一看，他们看见上百位的人跪在那里祷告，求上帝赐福，等会在楼上即将举行的礼拜。轻轻地关上门，这个人做自我介绍，他就是司布真牧师。司布真牧师把他牧会的成功归功有一群祷告的同工、祷告的勇士。他承认，若没有这些人愿意付上时间、付上代价，在背后祷告、寻求神的心意，他的工作没有那样的进展跟果效。在教会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也需要一起来守望祷告。特别是我们今天我们的事件传道是要奉一成牧师，我们更需要为着教牧团队跟同工群来祷告。他们就是在第一线打仗的，也是在前线打仗的人。他们可能会面对许多的挑战跟难处，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在那现场，不知道那样的难处有多深，有多的困难。征战中也会疲累，会挫折，会有无力的时候，他们需要有人为他们守望，需要有人成为他们的陪伴，更需要同工一起面对征战。我们在山上或许有一群的守望的同工群，也需要同伴彼此守望，互相扶持，以免祷告的手发酸无力，以免祷告的心冷淡。除了在前线征战的一些同工，在山上祷告的同工，上帝便邀请我们每一个人，呼召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起来。当有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在山上举手祷告，当有越来越多人愿意到前线去征战、去服侍，我们会更多的明白神在我们当中的带领。我们所领受的感动跟帮助，是更美好的恩典跟经历。求神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在这过程当中，我们深深的明白，虽然可能不一定是风平浪静，虽然有时候会有困难，但是我们有神，我们有祷告的权柄，能够为着需要来守望，特别是为着领袖团队、为着教牧团队跟同工群来守望。求神带领我们，也求神继续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起来，不管是山上的守望者，或者是前线的服侍者，我们都共同经历到神的恩典。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主，谢谢你呼召我们，也拣选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儿女，有份于在教会的服侍。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无论是在前线的征战，是在山上的祷告，都是同心合意的团队侍奉，都成为彼此的神队友。而且我们深深的明白，我们的服侍，无论是在家庭、在教会、在社会，都是以神为我们的元帅，因为我们的神是耶和华尼西，是我们的旌旗。这样祷告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咱来念圣诗442首，愿同心一人同敬，请起立敬团手。
议长王志牧师来敷衍黄世谦牧师甲家人同会会员的使用。只是按照教会的规矩来奉立视线传道书，正做家人同会的牧师，担当主所交代的性质。所以现在要邀请受奉立的视线传道书，甲咱家人教会同会的信徒，咱拢伫上帝甲正人的面前来使用。首先是牧师的使用，请记得黄世谦，你当要领受牧师重大的责任，你有确信这是上帝的调命啊无？有。你有确信信约甲旧约的圣经是上帝的话，所以你信仰甲责任唯一的根据啊无？有。教会头是耶稣基督，伫教会中独一做主。伊若教会中把顶头的即句，由我靠伊来设法，你要要安尼行啊无？你有要接纳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所承认的使徒圣经、尼西亚圣经，以及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信仰个别啊无？你愿意做家人同会的牧师，确信这是上帝的旨意，要忠诚尽职传福音，一世人为荣光上帝，伫业伊的圣会，你要要安尼啊无？长老教会是起自伫上帝的话，这使你以后所信、所传、所行，若无照教会的法规，你甘愿降服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宪法规则的裁决啊无？现在要请所有甲咱教会的名字记录。二楼若是甲咱教会兄弟，是同会的使用，还是教会兄弟使用？我代表中会，爱唤起同会的正信所在。这个时阵也是信徒忠心奉献、立志、誓约的时。即阵，请恁注意来听恁的誓约。恁有相信煞告别耶稣基督做救主？做教会头啊无？有。恁已经聘请王世谦牧师正做恁的牧师，恁有诚实欢喜接纳伊、敬重伊、敬重伊、体贴伊，
替伊祈祷，甲伊同工兴起上帝国，煞供给伊的需要，通互伊伫个教会，恁约要安尼行无？会。伊用上帝道理教示恁，劝勉恁，警戒恁，培养恁，照法度料理教会，恁就谦卑来承受顺服的。恁约要安尼行无？会。愿会保持教会的处事，双方若有失错，应该通知小妹说法，毋通四界抱怨，直到妨害教会的目的。恁约要安尼遵守啊无？会。咱请会友跟回正。这个时阵，来鼓励修礼。我嘛要邀请所有基督教会本宗的牧师，你若是有穿礼服的，请咱拢来到台前。咱同心来祈祷。主啊，你是捌正人的心的，佮照你的所爱来拣选人做你的圣工。伫你的面前，阮发现家己的真相，是何等的误会、卑微。佮重罪，总是对你无限的疼。伫你的囝的血，愿得到赦罪赎回的福气。感谢你伫万人中拣选人甲你同工，互有限的人参与你无限永远的圣工。有侪人有份伫至圣荣耀的圣职，这是何等的荣光！阮只有用感激来应答你圣的呼召，求你监察你的妻燕黄世倩，只是跪落伫你的面前，搁一摆甲你立约，奉献伊本身，求主成全你的旨意，通过你正路牧的hand手，奉立伊做牧师。来照顾你的正羊群，主求你的神扶持伊，引带伊，帮衬伊，来尽忠伫你对天呼召伊的职分。求你甲伊同工，赞伊的气力来做你好的妻业，互伊会晓伫工作中仰望你。缀你的圣模样来引带你的羊群，想使伊的心有智慧，通知羊群的欠缺甲需要，及时来帮助因。互伊所牧养的羊群时常伫青翠的草埔得到饱足，伫青翠的溪水得到止渴，伫凉冷的树林得到安歇。求你收拾伊有疼心，
亲像你捌为着羊放杀性命，想事伊有耐心，亲像你遍行山坪，找找失迷会倒转。想事伊有资心，亲像你抱羊仔伫你的胸前，带全群伫头前行。无论是伫欢喜、艰苦、富足，还是悲惨，求你互伊袂记你今仔日的誓约，对你的呼召受任做牧者，互伊会将心尽即份，直到徛伫审判台的面前，通对你得着学讲好，搁尽忠的罗卜。阮安尼同心祈祷，是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咱所有会众起立。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甲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官兵，接纳你黄世倩，成做嘉南东会的牧师，煞通知正信徒知，牧师的职分甲官兵是按照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宪法甲规则交代你，当你受奉立成做牧师，着照顾上帝教会的羊群，多无引起上帝的国，着谨慎你本身的行为以及你所教示的，着常常关心伫遮的事，因为照安尼行，就要救你的本身以及听你信息的人。阿门。阿门。这个时阵来接纳，请地位员分装牧师甲分堂的电信长老。会众请坐。
这个时阵，来请黄世谦牧师来讲救人书以及介绍，来请黄世谦牧师。我救人词有2个部分，第一个是给上帝。我年少时候的救主，因你呼召让我不同，你爱陪我走过每一天，却充满你恩典，扛下一切在这期刊上，生命故事愿世界能看见，与你一起向前，掌管我生命的救主，有你的话语心安息，所有赞美都已不足够表达我有多爱你，有你同在，我别无所求，只愿能听见主你对我说，你何等喜悦我永远的救主，一辈子不离开你，因你付上了代价，赎回了我，能为你而活，我永远的救主，一辈子我要歌唱，何等荣耀能全心摆上，服侍我主，归荣耀给神。谢谢中会跟会员还有迦南教会的接纳，让我今天可以在这里来分享。在迦南教会，如果一个人要信耶稣的时候，他需要做决志祷告。我们的主任牧师教导我们，决志祷告只要3句话，就是谢谢、对不起跟请。所以我今天要用这3句话做开头，来表达我的救任词。谢谢，谢谢爸爸妈妈生下我，让我在信仰中长大。虽然我们家成长的过程很不一样，可是都是上帝满满恩典的记号。谢谢史爸爸、史妈妈，还有神爱儿童之家，让我有打篮球和敬拜神的梦想，而后来我也成就了大神。谢谢学理哥还有丽珍姐，塑造我对牧者最初的印象，就是接纳、陪伴，坐在需要的人身上。谢谢你们。谢谢刘小玲牧师、谢泽根老师，让我在国中的时候鼓笔反弹，开始喜欢学习，而且很有创意。谢谢你们的启发。谢谢我的家族，黄家、何家，还有阿刚爸爸，还有我的妈妈、哥哥，还有嫂嫂，
你们的支持、各样的关心，还有祷告，让我能够今天站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上帝恩典的带领。我也要谢谢迦南教会所有的长子同工、弟兄姐妹，在这个教会成长，我一直都觉得非常的荣幸，是我的福气，因为在这里面有许多的信仰典范，服事的守望者，不断的在传承美好的信仰，我何其有幸能参与其中。我也要谢谢我的属灵伙伴还有朋友们，你们从来不吝惜给予我最真实的建议和提醒，不管我是传道、是牧师、是神学生，你们的爱很满，我收到了。谢谢迦南教会的青年牧区，这个我成长而且我接手牧养的地方，是神的恩典，让我能够与你同行同工。未来也邀请大家多多指教。谢谢大桃园教牧事工联盟，让我在牧会、思考、进修上都能够有多元的角度。重点是这个团体幽默而且很有爱。如果哪一天有人要成为牧者，希望你也可以来参加这个读书会。谢谢推荐我读神学院的郑正仁牧师，还有过去陪伴我成长的陈柏志牧师、许成凯牧师，相信我可以回应这条神拣选的道路。谢谢我的主任牧师尤伯宏牧师，你从一开始来就很幽默，到现在还是一样。你不断接纳跟包容我们的不足，而且你非常喜欢传福音，传福音的热情，还有问诊专业，让我们的教牧团队总是笑声不断。谢谢牧师、牧师娘接纳我跟你们一起团队服事。谢谢我的意念姐，意念传道，意念牧师，我们一起走过从无到有，高山低谷，喜怒哀惧。如果今天我们能成为牧者，是因为你先成为我的牧者。谢谢。谢谢我们当中今天来到这里一起跟我同工同行的人，有许多过去帮助我的人没有办法一一道谢，却是点滴心头。第二句是对不起。有人说，如果要道歉，就要选生日的时候、大日子的时候，有机会说出道歉而不尴尬的时候。所以我在今天要跟大家说对不起。如果我过去有得罪你，在成长的过程中有很多不成熟的时刻，受伤的时候、血气的时候，如果有得罪你，或是有意或是无心，请你原谅我。但是在这里要发一下预言，就是我未来还是可能会得罪你，先向你说一声对不起，希望你能够先提醒我，也希望我们能在主里和好。最后是请，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要邀请你一起来信耶稣，因为这是迦南教会美好的传承、传福音。如果你已经信耶稣，要邀请你一起来跟随耶稣。弟兄姐妹，认识主耶稣是一生最大的祝福和荣耀。如果一生一定要走一条路，那我要邀请你一起走这恩典之路。
这是我的就任词。我一直觉得我不会哭，可是当刚接纳的时候我就哭了，然后就停不下来。接下来我要介绍一下我的家人，其实都是我的家人。我要介绍一下我们的家族，我先介绍黄家好了，好吗？那个爸爸，我们可以站起来一下吗？这是我的爸爸黄爸，然后请我们黄家的人请站起来好吗？黄世佳也是黄家的，谢谢。我的最右边是我的大伯母，我的最右边，然后我的堂哥我的大姑跟我大姑丈，他们2位也是牧师，对，然后还有我的正常的弟弟跟婶婶，后面是我的哥哥是很高的，然后还有很漂亮，那是我嫂嫂，谢谢，好，请坐。接下来我要介绍一下何家，好吗？我们何家最欢乐的何家，请站起来一下，长得很像就是了啦，好不好？然后介绍一下从最右边那个穿很浮夸是我妈妈，然后那个旁边就是江爸爸，对，江爸是永康执事，然后接下来是我的表姐夫，然后保罗，还有我的表姐苏珍 ，OK， 然后下一排呢是我的表哥，斗笠哥哥，还有我的舅妈、二舅妈，对，还有我的侄子，然后跟斗笠哥哥的太太嫂嫂，对，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侄子，好，谢谢。对，他们要边做我边讲。然后后面的呢，是我最会唱歌的表姐，等下会听到她唱歌哦，那个淑华，然后旁边是我的大阿姨，然后另外一个是我淑慧表姐，然后另外一个是我的子女敬恩，然后她的爸爸妈妈淑珍跟建生，谢谢。然后继续还有今天只有来一半而已，没有全部来，不敢叫全部来，怕来不及讲。好，那个淑芬姐姐跟我万国姐夫，对，谢谢。然后还有我的哥哥那个何正雄那个请坐，谢谢。然后后面那个是我的表哥，还用传道 ，OK。然后还有我的侄女，就是刚刚最会唱歌的女儿，派代表婉仪，谢谢。这是我的家族，对。然后当然还有我家南教会的大家，这个很难介绍，就是都是这样。然后我没有谁没有介绍到，很想要被介绍，不好意思，我很怕拖到时间。好，那非常感谢，就是今天我们可以，就是大家可以来到这里，然后接下来要做什么？我跟谁去比？就结束是不是？好，谢谢他。多谢世界牧师真快就任时介绍。这个时阵有足歌是大桃园教牧事工联盟请因出来唱足歌。
来今年经上礼请董事长张义伟长老。第二位来请台湾新人医蔡宪生护士。第三个单位是大桃园交通施工联盟。现在请林淑健长老来答辩。大家平安。平安夜播世间传道广播这今日礼拜阮非常的感谢总共有收到对总会，包括各机构、各教会这祝福的图书和作品总共有50封啦，50封检测有人有袂记无？若是袂记记的下人困袂记的结果继续记，实叫有迄个事件传道夫师，非常的注意我非常的感动咱老比赛所以我讲唔对。不过时间的关系咱照惯的只有读3封啦只有读3封所以我想这个好事拢要诚做教会简长传福音监督阮这个团队4000牧师最大的一个鼓励甲动力首先我就来读总会谨在的主理，衷心祝贺。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新日中会嘉南教会举行牧师签传道书、创立牧师及就任青年牧师受职今日礼拜，定军本地善听，结连普世行公义，我迫切期待甲5万个就是无一项代志会互我见效。我时时刻刻，特别是现在有够个勇气，是活还是死，通互基督通过我这个个人得到荣耀。会必须1章20节，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第65届总会议长不是大吉士为来人，我有称谓总干事严宏烈及全体总运动建科2020年8月30日方要读华语的，恭贺新竹中配迦南教会黄世倩传教士公益牧师暨就任青年牧师受职感恩礼拜。良牧是扬琴，牧者听扬声。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提摩太后书第4章第2节。北部大会议长周慧修牧师暨全体北执委一同敬贺。
第三封第三封，谨在主里衷心祝贺黄世倩传道师丰利牧师暨就任青年牧师受旨感恩礼拜，忠心事主，信望福音，牧养信徒，容神益人。耶和华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以赛亚书11章第2节。新竹中会议长冯志牧师暨全体中委同敬贺2020年8月1号以上，谢谢。下属听刘国王牧师。我的麦。议长、各位调会员、各位牧长、各位做来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真欢喜做伙伫遮感谢上帝，因上帝所拣选的伊看最好，来通赏赐教育的开力，会互事前牧师。我已经提醒我讲，今仔日伊的头毛免用伤水，因为你甲刺落时，一定头毛拢毛去。不过伊有用一个，较会当好家己回弹起来。感谢上帝，伫甲教会55周年的时阵，会当建一个头水轨迹，就是。对于甲教会朋友，会当去到伫新学院，搁倒转来到伫家己的府会参加牧养的团队，我想这是上帝恩典、上帝的拣选。不过咱也知影讲，伫迄个世代要牧养青年，无18半久月真正真报德伫遮来牧养。不但是18半久月搁爱求新求变，要求新求变伫这个急变的社会，我想青年人伊今仔日安尼明仔载就有真大的改变。所以感谢上帝，互事前牧师伊有即款的追求新的会通改变，真理不变，拢是方法一直的改变。为着就是咧，甲人跑到上帝面头前伫来感谢上帝，伫这。10月25进前我们教会要庆祝25周年，所以55周年是一个头水的这个轨迹我拄仔讲几年，25搁加30万的第二要感谢咱的议长调会员以及所有伫咱中间来献诗的各单位。因为恁特别议长的主持，才有今仔日这受这感恩礼拜会通顺遂，然后事前牧师成做青年牧师，所以来感谢上帝，感谢咱的董事长杨美有长老甲邱云兄，为虾米要感谢？因为透过过去因经历华航的空难，所以因为上帝保守看顾，对因家庭无受这个灾害，所以有用5个囡仔来奉献教会200万而且请做这个宣教的基金，因为这个教会有这成立这宣教的基金，所以通培养。我相信事前牧师有研究啦有无？有啦伊专业的这个学会10位，拢是透过这个宣教的基金，伫遮来栽培，所以今仔日才会通倒转来这个所在来服侍。最后要感谢，因为咱兄弟姊妹会接纳所以我知影讲家己扩散的，要伫家己的教会牧养有简单无？无简单，因大家拢对伊太了解，对无？所以我相信，因为大家接纳会通互伊伫即个急变的社会中间来牧养教会即只青年人，
我嘛看到伊咧努力啦吼，而且努力过程中间，也互最近我看有真侪遮个青年人，伫遮参加组织拄供应这配训饮料吼，我也看有真侪遮阿不信的青年人做伙参与，今仔嘛有伫遮献诗啦吼，所以肯定伊所做也感谢恁继续的带导。互伊伫咧培养遮个青年的时阵，阮即个教人团队吼，各招各位伫儿童、伫青年、伫成人，也阁有对外无论是家教，也是外口的宣教，拢互遮个牧者，也是讲伫西坛这拢是伫阮的团队内底，希望阮所做人荣耀上帝，互人得到利益。感谢大家今仔日的参与，愿上帝祝福大家。拄仔开会是讲有3项代志爱报告啦吼，就是讲咱的车若有停伫咱边仔2个停车场，咱爱着留较转因啦吼，有你爱囡仔家己的停车费啦吼，所以请咱会记的，你若停伫迄个停车场，迄2个停车场，一定爱转因啦。第2项就是讲，咱礼拜煞，咱有要做一个合照。请咱来，咱就留咧合照吼。因为第3项就是讲，咱的餐点足丰富吼，绝对有你的份啦。所以你免先走，一定留咧翕相方便。咱遮离开，即个真重要吼。这3项代志，请咱会记吼。咱最后是祝福的呈现，何氏家族伫咧献诗，总是。咱搁看咱的顺序单内底讲，搁加一个会章，所以因唱头一遍，伫迄个建筑干燥的时，咱所有的兄弟，请咱拢爱起立，甲伊来唱礼拜，这是有特别强调强调，所以咱即阵是先请伊来唱礼拜，礼拜时，请咱大家拢站起来唱。来唱吼，咱的临时煞来请黄世倩牧师来做讲道，来做讲道。
日来介绍。咱大家来祈祷。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疼痛、信心的相通，甲恁众人三甲伫地，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然后咱要对三楼